主环，搁来关心咱台湾去挖到中国武汉肺炎确定的病例，搁再加2个。第44例是去菲律宾旅游，一个北部30多岁查甫，伫咧菲律宾在地就为场长无爽快落晒镜头。这个月转来到台湾了后，因为脑壳打扫，先去医生看。即马人结果伫咧负压隔离病房，算是为外国挖入来的案例。另外第43例是一个北部50多岁妇人人，伊含进前公布第39例去埃及旅游挖到的人直接着。 2个人做伙上插花课，坐伫咧小队上。落尾第43例因为身体无爽快，采检通报了后，伊才互人查到。指挥中心嘛宣布第39案已经结案，结果即马含即个第39案直接的人煞有阳性的反应。 武汉肺炎继续伫烧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召开记者会，公布新增加2名确诊的案例。第43例是北部50多岁查某人，嘛是第39例确诊进前接触过的人，最近无去国外旅游。2月24号到25号，甲第39例伫咧插花班上课，坐伫咧正对面。这个月3号因为发烧、甲脑喉痛的症状，带病院隔离。采检通报了后，确定是确诊，研判是族群的事件。甲第43例。 做伙出来的人，目前拢无症状。指挥中心伫咧进前宣布第39例已经结案了，奈阁出现感染者。所以我想说，那个结案又衍生这案子，所以39案不算是结案了哈。我们就现在直接能够针对就他家里同住的家人，我们也采检，好，那也是阴性嘛哈。接触的时间哈，大概是1个下午的时间，有2天啊，然后下午的时间。第44例是捌伫咧2月28号到3月3号，甲朋友去菲律宾旅游。3月2号伫咧菲律宾当地出现胃胀、甲落腹肚的情形。3号转来了后，因为脑喉打人先生去病院看医生。4号去病院的时阵，病院发现这个个案有去过国外旅游，而且出现症状，随着采检通报了后来确诊。目前伫咧隔离的病房，属于境外感染的可能性较高。 所以也有可能他是在飞机上感染的咯。这都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哈。那你问我说，是不是一定有没有可能说在国内被传染到？我也不敢否认，就是说一定没有。好，但是我们把疫调做完全，会把它厘清得更清楚一点。卫生单位会进一步来调查第44例旅游的行程，继续来追踪甲这个个案坐公办飞机的旅客、带做伙的人，佮有看病院接触过的人的健康情形。目前确诊的病例来到44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